大家好，我係 Better 十八嘅星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達。今次嚟講咧就係爆倉。咁啊爆倉應該話咧最近咧呢幾條片都係會講咩10年啦，冇錯，爆倉都係10年啦。咁啊呢個嘢咧就會攞翻以前神王嘅成個懷舊系列啊，攞翻神王嘅爆倉作為佢嘅新卡。咁啊呢一張新卡就有趣啦。咁當年爆倉咧係一副透過攻擊去粉對面 deck 嘅，咁啊同正常嗰啲冥街 loop 下粉 deck 嗰啲又唔同啦。呢個咧係要指令對手打爆咗對面咧先粉嘅。通常好多嘢都係綁炸效，咁啊今次咧重現翻佢嘅效果。首先咧就多咗啲前期過渡效果啦，就抽2列1啦。另外就係佢嘅爆突進，咁啊爆突進就係佢整體嘅核心嚟嘅。喺封印中呢一張卡咧，可以指令對手最低 cost 炸開，最低 cost 打。咁啊，防禦嗰一隻咧，如果消滅或者破壞嘅咩，對手係需要deck 面上面粉6張。咁啊，然之後咧就向對手第2低 cost 數嘅一張嘢自打。咁呢個自打咧，或者係防禦咧，係對手係冇辦法防禦嘅。咁啊，成個咧就係一個好有趣，因為咧佢唔係分開幾次打嘅，佢係一次打過去咧。撞完一個之後咧，直接 battle 第2個噶啦，咁啊再第3個、第4個咁樣 battle，咁啊排住 battle。咁呢個子彈咧，亦都係同其他嘅子彈一樣，係對手要過咗功效，對手攻擊後爆裂之後先可以做嘅。如果佢甩死咗怪嘅話咧，呢隻就唔係處於子彈狀態。咁啊唔係處於子彈狀態有咩問題咧？佢係冇辦法繼續發揮呢個特進嘅，冇辦法再指第2個人打啦。呢個就比較可惜嘅，而且嗰隻嘢都未擋，所以冇得粉嘅。咁如果對手有功後爆裂嘅話就其實都唔驚呢副嘢風爆裂，哈哈，就係咁樣。咁啊，非常有趣嘅。咁但係咧，我會話呢一條效果並唔係呢一張卡最勁嘅地方。呢張卡最勁嘅地方係兩絲嘅時候封印。兩絲嘅時候封印咧，就可以派生咗呢2隻嘢出嚟。咁啊，首先呢一個咧，可以喺封印中嘅時候，自己爆倉打咧，對手就粉5個。咁啊，封印咗之後就有效噶啦。所以咧，點樣人，無論砌幾個人打過去咧，都係有粉5個效果。另外就係呢一個咧喺Block 11嘅時候咧，已經係俾呢一個爆倉成日用噶啦。但係咧，大家都只係用佢咧抌出嚟咧，可以跳出嚟，係啦，跳出嚟嘅呢個效果。但係其實佢仲有一條效果㗎，就係佢封印中嘅時候可以粉7個㗎。呢個就犀利啦，粉7個，你大佬都係粉6個啫。呢個粉7個，咁啊，仲要最正嘅咩咧？打過去揾啲嘢抌咗佢之後咧，甩死呢個人。咁就係另一個可以打粉7度嘅人啦，犀利！咁啊呢一個同埋呢一張打埋去 ，total 粉12個，仲要可以換嘢嘅喎。換完第2個之後，對手咩都冇嘢做啦，我換第2個，再打過去粉5個，哇！成個 combo 咧就清晰啦，係啦，就係咁樣。咁呢副嘢因為有好多咧透過抌牌出嚟嘅，所以就試一試先。好，咁啊，你個爆倉 VS 6旗手選擇先攻。OK， 3蚊唔係2蚊，配置呢個，碌3先。1、2，哇！神之一托，哇！真係神托喎，係咪做牌？喂，真係神托喎呢個，神托係真係神托㗎喎。OK， 逐個嚟。呢個俾人神托中咗落份嘅時候可以上手，呢個俾人神托中咗落份可以上手。咁啊，神托對象係0個嘅，呢個神托咗落份嘅時候，神地加2注，冇呢個都唔係神啊。咁但係呢個位諗一諗先，你後一打過嚟都應該重皮都唔中。好，加2先，冇嘢做 end set 呢個效果回收上手，對咩話？藍色缺 hand 邊個講㗎？傻咗呢個 hand， 做乜鬼嘢啊？1000年先見一次喎呢以前有個開一次，個 hand。呢個位想打死我啊！同你呢副嘢打8加2出，打得收嘢。公家開始俾我抽1跌1喎。都唔係嘅，敗完佢都有佢作用嘅，希望我打唔功效咯。打得3， OK， 冇問題。
會有更好嘅選擇。但係其實呢3張都好靚。成到你。 7字輕，10牌。好，咁呢個先啦。2蚊召喚，召喚時神托，召喚時候我抽1跌1嘅。咁跌嗰個爆倉嘅話可以加 C， 咁跌呢個。咩啊？呢個攞到。抽1跌1個。咩料？發生咩事？咁之後，哎呀，有啲辛苦喎呢個位。都真係。 1蚊，唔係啊，辛苦係我要寫隻啊。新盒1蚊刀，直接投嘅，多謝你個。1支，呢個可以回收呢個。呢個啦，留呢個啦，留呢個啦。雖然好嘥呢張，唔緊要，冇錯。咁呢一個，先加2卡。咁下面效果，推一回同名，契技發揮嘅時候抽2，咁等2。攻擊階段開始，呢個打嘅時候，因為重疲勞咗，呢張上翻手嘅，佢嘅效果抽1跌1，咁選擇跌呢一個嘅，咁跌咗嘅時候咧，跌咗爆倉嘅時候加 C， 跌佢嘅時候俾1蚊賠錢。OK， 冇嘢做 ，end set 呢個回收上手，好靚喎呢個。唯一唔靚嘅地方就係我冇多張神咯。唉，哇！黃時候睇下。係。黃時候我就睇啦。就係好食，成手靚牌都用到。全部等我份，呢個效果對手份裏面嘅卡冇辦法受對手效果嘅。咁所以你個零費咧係唔係卡哇哩哩嚟嘅？唔係取替落份嘅。超長。開心。費。全部上唔到手。加嘢早咗，執住嘅加。所剩無幾咯雞。係啊，有一隻啫喎。正常個。冇睇。呢個執啊！冇睇。第2次見啊，真係要執嘅。唔係㗎，可以真係唔見嘅。合 Brave 問號，呢個位唔合 Brave 根本冇可能打過。你個絕風勾我個份，重皮都唔需要重，哇！犀利。冇題啊，靚啊！衝過嚟，加一 C。真係好唔慣你居然冇重氣咯。咁打過嚟我就姑且睇一睇佢，觀一觀星先，睇一睇低面。低面呢一張係靚嘅，擺翻上低面。4嘅0頭，繼續咁2標。我嘅出 call 收牌。呢個擺咗喺份度先係，sorry 啊 ，S 冇必要啦，真係冇必要。我想鋪1蚊，抽3跌2，3，咁選擇跌1張，跌2張。咁呢一個咧，俾人跌咗嘅時候咧，1蚊召喚出嚟。咁對手下個 turn 咧，因為我5卡以上，下個 turn 係冇辦法開呢個攻擊，sorry， 開呢個墮落階同埋抽牌階段。咁呢個最高 cost 已經唔大嘅。另外，風力顯現。1蚊 set 低面打場，咁關階段呢個打。
打嘅時候重疲勞咗啦。咁啊呢個效果底面上面 open 咗先，咁啊一個上手。咁啊呢一個效果抽二跌一，先跌咗啲唔關事嘅事。不過佢下面效果自彈。對手如果被炸開嘅時候咧，就可以憤怒嘅。必須要重疲勞。咁啊提示已經冇法同一時間提示啦，咁啊做呢個提示先，抽一跌一，跌出呢一個。咁啊跌咗佢嘅時候咧，6卡以上可以唔使俾蘇喎。sorry， 唔使俾蘇顯現嘅。咁啊顯現嘅時候情況，顯現時候嗰最高 cost 數炸開，啊每有3 cost 咧就可以拆住，靚啦9 cost。留翻隻俾我拆。咦？咩？攞咗咩？冇暴雪。有暴雪。哦，中咗暴雪。OK。一開始就，但係中唔到4標呢個有啲豬唔夠。咁啊呢個時候提示呢個先，炸開加兩先，之後抽2跌。咁啊，抌一個，抌兩個，咁啊呢個甩成，用完啦豬，再見啦。呢個打嘅時候先粉7個先。之後到呢一個，對面開一個，咁啊入手嘅呢張，到呢一個抽一跌一。豬，又係豬，豬特猛進啊！有冇令到？衝7個，低數係1。OK，咁啊，其實呢個位我點樣打都贏，因為你換唔到輕嘅話，冇乜意思啦已經。咁啊，呢個時候呢個開1上手，呢個效果抽一跌一。咁啊，跌翻咗。抌呢個，咁啊抌嘅時候可以寫第一度大緊，有冇提示？係5蚊，呢個唔係幾衝過嚟，呢個開1上手，呢個效果抽一跌一，咁啊接呢個啦。我哋下個梯係冇墮羅街嘅喎，突然間先醒起，呢個我要粉嘅喎。OK，咁啊，開始交易結算。唔係開始交易結算，但係我唔粉到你1嘅話係冇可能啊！我而家即係裏面得翻1張咋，得翻1張咋。咁啊，硬生生可能俾你捱多一個 turn。我有神之氣。係啊，咁啊呢個打緊嘅1度。衝過嚟啦！抽呢個開1先上手，呢個抽一跌一。唉唔使啦，完結。定到時間冇嘢做就衝過嚟粉7度，冇嘢做過得嚟。好，今日嚟呢個爆倉 VS 大旗手爆錢揼選擇先得。哇緊張啊呢次2蚊3個先。中晒，中晒，中2個都 OK。先嚟加2絲先。咁啊，蚊雞透過 flash 契約技2，咁啊加2絲，然後咧契約技係咪契約域2絲嘅時候咧，份裏面全部都係擁有呢個眷屬爆倉創界神嘅話，雙方需要進攻或者防守的話咧，係需要重疲勞嘅。咁啊呢個時候 set 低秒下傳。正啊，爽啊！好，咁我睇兩。我有啲唔想 set 嘅，因為呢個位你未必打過嚟。算啦，你第一張都唔會攞嚟揼。咁啊係。總要 set。咁啊，呢次效果係有出先。係。第一次可以從空間叉住咁出嚟。咁我就。我對大聲少少。分水嶺。分水嶺。上4費嘅話咧，你就1個爛卡就賺。上5費嘅話咧，可以多到上唔到。試下。不過你都明招神講，粒豬頭可以用嘅話，16可以做到。
OK，臨時效果，歐文得你3個，冇問題。哇，見到啲正嘢。哇，正嘢喎，真係。好，咁就自揸一個嘅話，可以執呢個袋。過分啦！片仲可以直接食低唔使錢。太過分啦！跟住開3個攞3個嘅。爆炸嘅時候就揸到呢個畫面。乜？好，爆炸嘅時候，唔係爆炸嘅時候，係呢個黃藍嘅時候。衝過嚟3多隻啦！中國3多隻，加多絲㗎，和味㗎，但係重皮。唔過癮。OK。諗先。好唔係 call 收回覆。哎呀，咁你係賭錯咗啦，因為我啱啱抽到第二張得3個。咁啊，神學對象係一個嘅。咁啊，呢一個效果自己俾神奇拎中碌中嘅時候，可以叉咗神奇度，然之後上手。咦，你都上兩個喎？係啦，咁啊呢個咧就俾神學嘅時候上手。哇，呢個正你呢個好用。好，冥界，你一個2絲嘅黃林先，係咪2絲係顯現先？係咁啊，蘇豬擺3張喺度。哇，爭我6個啦噃！爽皮啦呢次，仲有呢個啊，3分3分減召喚神學。咁啊，攻擊階段開始啦！我連呢個 magic 都唔用啦，衝！咁啊，衝嘅時候係必須重皮啦。咁啊，發揮咗佢嘅效果先，抽2跌1，咁我跌1個呢個。跟住到呢個效果，自己爆倉嘅 spirit 重疲勞的時候咧，對面 open 1個。咁啊，哇！呢一張勁喎，入手先。呢個效果，咁啊，自分或者對手有嘢重疲勞嘅時候，抽1跌1嘅，抽1。跌翻一個，跌呢個啦，暫時用唔到住啦，咁就到呢個效果。指定對手最低嘅阻擋嘅，係啦。好少我全講。你等我陣啊！指定對手最低 cost 數嘅一隻 spirit 進攻啦，咁啊，然之後咧擋咗嗰隻嘢死嘅話咧，或者即係消滅或者破壞嘅話咧，就對面滾6個，咁啊。呢一個效果咧，指定攻擊係冇辦法被對手防禦嘅。太厲害啦！穿狂。OK，咁啊，推一次同名，咁啊，墳裏面嘅一張卡，當自己或者對手有嘢重疲勞的時候，上翻手。到呢個效果，對手有嘢重疲勞嘅時候，抽1跌1。OK，即刻掉翻呢個先。係。Flash 就你冇嘢做嘅話，就到我啦。加2卡。咁啊，對手一隻 counter 數留下炸開，4分留下炸開嘅。呢一個效果，如果對手咧防禦嗰隻嘢消滅得破壞嘅時候，對面粉6個嘅。咁啊，向對手第2隻最低 BP 嘅，唔係最低 cost 數嘅進攻，咁啊冇嘢上面。咁啊，你嘅靈動有冇嘢做？冇嘢做。呢個效果加到2絲，6絲啦呢個位置強啦，冇嘢做 ，flash 冇嘢做㗎。咁啊到呢個。咁啊，雙方有嘢，sorry 啊，自己爆倉重疲勞嘅時候，對面開1個，咁啊嗰張嘢如果爆倉的話咧，可以入手。咁啊之後數先，到呢一個啊，自己或者對手嘅重疲勞抽1跌1，抽1個，呢一張呢個嘅。手牌上面跌呢張卡嘅時候，自己能夠釋創嘅神喺度嘅話，就可以取替落墳，俾1蚊召喚嘅。咁啊召喚嘅時候，game 一次同名。5卡或者以上對手唔可以下個箱唔可以運行呢一個 core 階段同埋墮落階段。咁啊召喚嘅時候炸最高 cost 啦，冇咁啊神頭黑死，我1度打緊。哇！core 階段呢度嚟，你喺 core 階段喺呢度嚟，等我諗下先。冇墮落階段，但係你會唔會都打得死我咧？驚喎！打死你就唔大可能。我要鎖水，唉，再抓多啲輕先啦。咁啊，呢個效果重疲勞咗嘅，開1上手。7個。諗一諗先，諗一諗先。呢個位抽1跌1嘅，諗一諗先。呢個出豬好爽啊，真係。諗一諗先，出豬粉咗你個 deck，再嚟過都得。咁啊抌呢一個嘅。等你嘅時候咧，就可以取替落墳，唔使俾錢召喚出嚟。神頭，你嘅靈動有冇嘢做？冇的話咧，就繼續進攻啦。
進攻嘅時候封印中，咁啊對手咧可以需要瞓7個嘅。如果瞓到 magic 嘅話，可以拆怪咁啊，唔關你事啦。係我到呢、個重疲勞咗嘅時候抽一啲1。好，呢、個位跌咩咧？跌多上，我都想跌呢個不如。咁啊跌呢個嘅時候咧，落卡位置上可以取替落份，免蘇顯現嘅。咁啊呢一度擺出嚟，冇乜特別，一度大嘅。呢度打嘅時候打下先啦。破壞唔到對手嘅嘢嘅話，就 battle 呢個 battle 員加個藍色標嘅。咁啊然之後到呢一個效果，抽1跌1。跌啲咩好咧？冇乜特別咧，呢個位已經冇辦法啦。咁我跌呢個。跌咗佢嘅時候咧，取替落份咧可以寫低。令到有冇嘢做？冇繼續。俾個2票啊，就這樣過翻去。我打到咁盡係因為又有呢、一個係啦，主要係冇咗墮落街，有啲辛苦嘅。冇得 call 階段墮落階段係啦，都唔關事。OK， 做咗呢個先係嘛？呢個黃線係，就呢隻梗係唔錯啦。之後黃線嗰3個，哦，你睇先，你出拖緊嘅時候加先，好似冇得插嘅。一個要呢兩個，哦，唔要7費，要音樂聽 OK 之後其他翻嚟，冇問題。就爆炸嘅時候先。跟住見到呢個3個嘅時候咧，可以 spawn 隻特價，spawn 特價嘅時候再次加錢。寫詩啊。跟住黃嘅時候，正常。黃龍嘅時候加詩。呢個買錢，就加詩開蟲。招手喎，大家坐一 pair 豬落自己雲跟度。冇 call 假段你都好多嘢做喎。雖然係因為我打到你一滴血。做還做，佢嚟殺到你係幾成？真係。好似試下波，都係對3個。當中其中拍上去。飛魚，你睇到嘅話睇下。你有 count 都唔需要。睇個份先。次出都唔係。哦，份有1個。算啦。更加出。要32。OK。唔要藍甲啦。唔要藍甲，可能俾人車死喎。冇辦法。咁我出唔過，出結構上講。爆3隻喎 ，possible 邊間可以做到？邊間得冇？我都冇俾你出。炸呢個，收低呢個變3入3。炸嘅時候試下。3減3兆。少少我定3。哇！絕風到啦喎。上手。跌咗雪，絕係唔喐。絕得喐啊！絕咗啲豬咯，絕咗個飯粒，招蟲嚟嘅，照出啦。佢坐實落豬中間，之後 ban 你都上行去。咁啊，份裏面嘅呢一張卡唔識行嘅，仲有重疲勞，真係嚟得好及時啊！
如果冇呢一個嘅話，我就要第二個 battle 先有。未知死，但係好辛苦，好難受。呢下打成下火呢邊先。我睇佢上。開手。Magic 仲未到嘅，等住救命喎。OK。好啦，繼續。呢個效果抽一啲人。跌住啲暫時冇用嘅卡先，我再封咁多次都係唔抵玩。好，咁啊，呢個時候食血嘅，食血提示呢個好算，回翻晒所有錢，之後俾4蚊。直至到下個嘅 end step 為止，我嘅生命值唔會俾你嘅攻擊扣多過一定嘅。繼續。打。出刀板。我試下火。個底線。好。唉，第一次從空間從北珠到出頭。冇問題，睇先。有冇提示嘅？有嘅。爆裂提示。自己出特訓並且3級樓上嘅時候可以發動。每有一個大一度嘅時候咧，就可以 spawn 一個特訓。跟住咧呢個效果，推一次自己 spawn 特訓嘅時候咧，嗰個從空間北珠。接下來咧就係最多從3珠到特訓度。最尾就講。搞唔晒。咁到呢一個啦。你使重疲勞嘅時候抽一啲人。呢個有冇嘢做？冇嘢做就生命值。穿血最多穿2嘅啫，應該死唔去嘅呢個位。4隻 token，生多2隻，除非有嗰個神嘅啫。揀唔揀個怪？揀個怪俾我抽多一次。揀唔揀個怪？少少。但係你點都要出牛㗎咯呢個位，唔係嘅話你冇防守㗎咯。分分鐘我打血都打死你。分分鐘啫，應該打唔死。都可以打死我啦，可唔可以做到嘅？好，我睇，cool， 收牌。15 deck，好，咁啊，Wing 街先嚟呢個先，3蚊3蚊揀，召喚時刻。之後呢一個1蚊召喚嘅時候神托，召喚時候我抽1跌1，咁跌爆倉嘅卡嘅時候咧可以加 C 嘅。跌呢個，咁跌呢個嘅時候1蚊可以召喚出嚟。同樣嘅時間加 C， 最高 cost 因數嘅打開。1蚊召喚時神托。咁啊，抽1跌1。抌咗呢個。當初北蘇，冇得到蘇就抌啦。冇啊，冇辦法。啱啱我冇辦法知道佢幾時翻嚟。我唔可以白白等佢嘅。咁啊 ，Wing 街加2 C， 變係9 C， 咁啊差張9分留下嘅。明就係9分留下。冇第二隻契喎，可以冇得攝啦。好，咁啊，直接去到公街啦。呢個打過嚟。咁啊，先發動呢個先。自己重皮咗嘅時候，對面開一個，咁啊當中係爆倉嘅卡嘅話咧，可以上手。咁之後就到呢一個爆倉嘅自己 spirit 打嘅時候，對手對面上面粉5個。呢個效果係可以重複嘅，再粉多5個。封印中嘅威力。好，咁啊到呢個最後尾抽1跌1個嘅，之後跌呢個，俾1蚊召翻出嚟。1蚊召喚神托，對手最高 cost 數炸開。好，咁啊到你靈動啦。
啱冇嘢打緊啦，已經做啦。我睇蘇顯現啦，我諗啊，我試下果。一樣啫，冇分別啦已經。咁啊，出咗都講，係就呢兩個講嚟，咁簡單。跟住就聽你一個是但，第一個。之後呢度作出一個無效效嘅圖騰。插唔插 token 入去？呢個位可以插8年嘅喎。佢唔係真正意義上插咧，冇啊。冇啊，咁啊係，你都幫你翻 deck 底，你都冇辦法。呢個位置加兩 C 先，因為我點都插到你嘅。你嘥咗你塞入去係嘥佢。咁啊，抄呢個。咁啊，呢個打嘅時候抽1跌1，開你個先。哦，見一個，之後到呢一個啦，抽1跌1。咁啊，呢個時候用唔着啦，跌咗啦。到佢下個抽1跌1，跌到爆倉嘅話可以加 C，咁呢個都用唔着，加 C， 12 C 啱啱好。到下面效果，粉你一個5先，靈動有冇嘢做？應該就冇嘅，係冇嘢做。冇嘢做。好，咁呢個咧就係今次嘅爆倉。今次爆倉咧都真係幾好玩。估唔到呢副嘢咧可以喺中途轉啊！因為其實當年出爆倉嘅時候咧，大家一諗咧就係諗嗰個諸神王。咁但係咧嗰陣時居然係冇同諸神王呢個系列有關嘅東西啦，一張都冇。咁啊，估唔到喺 Block 13終於炒翻嚟啦，炒翻呢個藍髮諸神王翻嚟啦。咁今次諸神王咧最勁嘅地方就係可以喺 main 街嘅時候已經做到封印。咁呢個封印咧可以喺2 account 做啦，咁即係第一次開神技嘅時候咧就已經可以做啦。咁啊呢個程度係去到咩地步咧？就係、首先封印咧可以連帶開埋幾條嘅粉碎效果。咁啊佢自己本身咧都可以加一個6粉嘅，最少啦，最少係0粉其實，即係但係如果對面有怪嘅話，最少係6粉嘅一個效果。咁啊另外就係抽2跌1，咁無論咧喺前面嘅任何一個時間點嚟講咧，都係一張非常優秀嘅卡嚟嘅。無論係攞錢顯現啦，將粒珠擺喺生命值區啦，然後咧抽2跌1都係一個非常之強嘅選擇。咁啊，莫講而家咧，直頭係將成個主軸咧轉咗做粉添。咁啊，成個就好好玩啦。咁啊，好玩嘅地方咧就在於佢同正常嘅普通嘅粉咧係有少少唔同嘅。通常大家對粉嘅概念就係可能係一 turn 揾幾隻怪，一次過粉好大嘅數量，或者係 main 街 loop 啊 loop 到咁上下 ，OK 你咩都做唔到，咁啊我嚟㗎啦，粉10幾個咁樣一次過粉死對面。但係呢一副 deck 咧絕對唔係嘅，呢副 deck 係一邊打一邊粉，咁啊有呢個諸特萬象嘅感覺。咁就最好地方係咧，佢就算係要打過去，都可以令到對手唔掂血嘅，因為佢咧可以透過重疲勞啦。open deck 啦，上手啦，然之後再透過呢個 Mirage 效果抽1跌1，咁1跌1個過程咧，你可以跌翻顯現卡進行 no 唔需要俾豬去顯現啦，或者係呢2款嘅豬直接攞出嚟做一個人頭。咁啊呢個玩法就真係非常之正。咁啊呢3隻豬咧絕對係呢一副 deck 嘅 key 卡。咁啊呢3隻豬每一隻嘢行過去都係7度 deck。咁就7度咧，雖然你唔好話，即係你唔好話好似好少咁樣啦，3隻加埋一齊係21嘅，21張其實就好難得啦。咁啊，基本上最大嘅地方就係咧，呢副嘢可以分2個 turn 粉死你。你一個 turn 其實基本上未必打得死佢嘅。如果你喺佢嘅 turn 咧，對面出到啲怪之後咧，你係冇嘢做嘅話咧，對面係可以透過不斷換怪、不斷拎啲怪出嚟打咧，去增加資源。然之後將呢個 Miss 攞上手啦，咁啊除咗就咁正裝之外，仲可以靠神學嘅。咁啊另外就係咧可以拎啲巴士啦，跟住再唔係就係咧封埋對手嘅 core 抽牌階段。咁啊個威脅咧雖然即係逐個睇又唔係好大威脅，但係加埋一齊咧就可以擋住呢個 turn 嘅跌到。
咁啊，同埋佢核心就係需要進攻或者防守嘅時候咧，都必須要重疲勞。咁啊，變咗咧呢副 deck 其實喺對於呢個環境嘅嗰啲契仔啊，或者係契地咧，佢哋係需要皇臨出嚟咧去做打點嘅怪咧，就非常之克制嘅，因為你肯定可以令到佢淨係打多一次。咁啊，即使佢有回復咧，佢都只係可以變成疲勞狀態。咁啊，下一次咧先可以到佢打，所以就點樣咧都冇辦法令到對面一槍可以打死你。呢個就係呢副 deck 最有趣嘅地方。咁啊，啱啱玩落其實咧，其實就覺得呢副嘢有一個地方喺作為呢一個粉 deck 嚟講係好優秀嘅，就係佢個神殿係可以封對手粉。咁啊，呢個環境因為其實咧可能有封粉啦，唔係 sorry，可能有呢個結晶啦、return 啦，可以將你嘅 deck 擺翻上，即係喺粉入面呢張卡可以擺翻上 deck 面嘅，或者係甚至乎有啲卡可能係防粉啦，點都好啦。咁啊，呢個效果就可以完全絕殺咗佢哋，即使對面粉裏面有任何亮眼嘅東西，都冇辦法令到冇辦法保住佢嘅 deck。呢個就係好玩嘅地方。咁啊，另外咧，仲有一個地方就係你玩粉嘅時候咧，對面如果想見到你玩粉喎，咁我抌啲防止啦，你反正都唔打死我，點知突然間出個4標5標衝佢，可能就死㗎。對面甚至乎可以喺前面咧未有防止嘅時候咧俾你打爆嘅，所以呢副嘢嗰個可換性同埋嗰個可塑性都好高。咁啊，另外就係我覺得呢副嘢點都需要打翻啲防止嘅，同埋就係一啲外掛子。呢幾款咧，其實都可以令到啲副 deck 執翻多啲手法。好，咁啊，整體就係呢個可以講，呢個其實幾複雜。佢督打嘅時候咧，因為佢係由最低開始督起嘅，因為跌出嚟嗰啲嘢咧由最大開始炸嘅。咁啊，如果對面多於一隻怪嘅時候咧，有機會唔重合嘅，即係你督打對象同炸嘅對象。我建議可以用兵階，即係可能炸下對啲細等怪先，炸到你剩翻可能一隻怪嘅時候咧，最大同最細咧就重合咗。咁一督過去嘅時候咧，就即係可以利用呢啲效果跌多一隻出嚟炸開佢。係啦，即係咁同時間。但請注意就係唔係自己攻擊嗰下，因為嗰下咧對面未擋嘅，擋架冇排最後，係利用對面擋嗰下嘅重疲勞。冇錯，因為擋都要需要重疲勞，所以可以同時觸發呢一個。呢個先係最有趣嘅地方，最強嘅用法。同埋呢個係穿抗㗎，呢副嘢唯一一個穿抗係俾咗呢個子彈。都分裂嘅，我覺得。咁的確係嘅，如果佢呢個賣點咧冇辦法，即係對面有得擋嘅，我覺得就唔得。我哋就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